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初4，旧历的6月初2，礼拜四。发生一件让人真艰苦的代志，代替自强号火车，昨暝8点外驶到嘉义火车头的时阵，一个54岁查甫人因为补票的问题，甲列车长起冤家。26岁铁路警察到场要处理，煞互这个查甫人牙刀为腹肚拄落。已经受伤的警察也是继续甲这个查甫人搏斗。 家人制服了后，送病院急救，但是这刀拄一个太深嘞，血流太济咯，救袂倒来。伫早起的8点27分死亡，赶到病院的爸爸妈妈有够伤心。男子大声讲，不满列车长爱补票。你又无票，你叫你，互你坐到家己，你又无交代，无你要坐到对啊？ 男子的情绪真激动，对列车长大细声。他就是没有票啊，叫他交易下课啊。这个巡赛里的铁路警员赶来处理，想要到对方拿刀啊，甲伊堵落去。进来，你快有拿刀子来进来！列车长发现警员被堵着，当场大喊寻求协助。伊甲被堵着腹肚的警员虽然受伤，也阁继续拼。最后男子总算被治好，受伤的警员嘛紧急送病院。加油加油！ 原本也阁有意识，不过经过抢救，输1万外 CC 的血，最后也是宣告死亡。赶来病院，爸爸妈妈真伤心，无多接受这个事实。发生伫代替自强号永和二处列车的这个事件，54岁姓郑嫌犯，因为补票甲列车长冤家想袂到最后，因变成一件杀警案。嫌犯是做冷气维修工作，之前有思觉失调症，近期拢无食药啊。太太讲，因为最近经济压力大，才会安尼。 被堵是李姓警员，今年才26岁，伫嘉义铁路警察队服务4档外，表现真好。他也非常上进，他也都一直想有机会到警大去进修。这尔优秀的警察，却因为处理补票纠纷失去性命，互同事拢非常艰苦。